国造长水南海鲲号因为目前为止也未进行海上测试，引发质疑。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就提案要将明年度的预算隆重抬掉。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安尼长水南的开发恐惊就会延前2年，强调会阁继续甲立委来沟通。台湾造船工会嘛呼吁立法院要支持相关的预算，和造船技术会当伫台湾定根。 期待就是说，各位委员能够支持我们的浅见国造。国防部长郭立雄心情正沉重的发挥，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18日伫审查明年度国防部预算，其中正受注意的将舰国造明年后续间要甲20亿的预算，因为海军舰明年才当出海测试，在野党质疑也有风险。立委陈永康主张冻结预算。 马文君是讲要全部删除。我之前已经也说过了，就是说在海测通过之前，就后续件的部分，我们不会动用。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来编列这个预算的话，当然会对我们浅见国造这样以国防自主的这个方式来提升我们的战力，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果要简列或者删除。 这一件事情呢，对我们以后武器的研发不但会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于相关的厂商，他也再也不要去跟我们台湾的政府合作。这个跟决心没有关系。这个浅见国造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你有目的吗？你有方法吗？你有手段吗？ 你的合约框架是如何执行，细节如何规范？那中间如果中共犯台，你生产线停了，这个时候的合约还有保险这些东西都要讨论。对预算安怎处理，陈永康讲尊重会议主席安怎协助党团来决定。因那造船工会是发函予立法院3大党团，讲担心将舰量产的计划若延后，对所得来买核心装备恐惊正不利。我觉得2年延宕还算是少估的了。以国外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说，你对于浅见国造或国建国造这一块的执行力度，或是说你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第二个，就工程面来讲的话，它整个浅见留下来的能量，人可能会散了。那到时候要再重新再来的话，整个经验传承上会有很大的阻碍啊。冻结与否，这个绝对是这个立院的委员他们的权利，所以我会觉得这边还是有赖于海军如何去跟现在的一个党团，或者是最基本就是国防外交委员会这些相对来说比较更为对国防更为专业的委员，能够有更多的互动。军事专家是认为，一切拢是以执行为主，回归到专业，也希望军方才会提出更加侪有说服力的资料，和立委或者是大众会当接受认同。记者综合报道。